嘿，早晨好家人們，我好興奮今日可以同大家一齊。我有一個信息要同你哋分享。我嘗試唔喺成個過程中喊。主昨晚探訪咗我啊！你對唔住，我非常抱歉。我會努力不懈地整理好自己，因為我有一個極其重要且緊急的信息，想要非常認真地同你哋分享。聖靈幫助我，好啦，整理好自己。我有一個探訪，一個開眼嘅異象，持續咗大約1個鐘。主向我詳細展示咗好多未來可能發生嘅事情，並且解釋咗每一件事情嘅背景同影響。神幫助大家佢叫我拍2條影片，佢話我想你分開嚟做，唔好一次過做，所以我會俾你第一部分同第二部分，但我會俾你最後部分先，因為係神聖嘅。佢出現嘅時候，耶穌第一個是關於，比如說經濟，未來會發生嘅更多係關於財務上嘅呢啲事情，對你哋嚟講，呢啲，然後最後部分係佢嘅心聲，係為失落者而哭泣，所以我會由呢度開始。喺呢個異象中，我見到太陽落山，主嘅靈對我講，佢話 Brandon， 呢個時代嘅太陽正喺落山，佢話人類嘅一切，呢部分即將結束，恩典嘅時代即將結束，我哋將會進入大災難，大災難即將開始。我見到太陽落山，正準備好要落山，我可以見到太陽穿過雲層，係好靚，但係冇時間，一切都係冇時間嘅，感覺上冇好似你呢？知道當你感覺到你嘅生活係移動嗰種平靜，就係我想講嘅意思，係感受到情緒做晒一切完全嘅平靜。我可以見到靚嘅顏色穿過，一切都係，所以我可以見到靚麗而多彩的顏色穿過，這些顏色如同彩虹般在空中舞動，讓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與美妙。這一切都顯得如此美好和令人驚嘆，仿佛置身於夢幻的世界中。靚，然後突然之間耶穌企喺度。佢着住一件靚嘅袍，我從未喺任何探訪中見過佢着呢件。我曾經見過嘅，佢係靚嘅，佢有一條白色嘅線，啱啱喺呢度係完美嘅，然後佢就去到另一種，好似佢喺底下着住一件衣服，但係佢喺上面着住一件袍。佢有個帽，佢喺頂部有白色，佢係各種各樣嘅。唔同嘅刺繡，好似我從未見過嘅顏色，好似掛毯，你知唔知？睇落好似掛毯，佢右手拎住一根巨大嘅木杖，佢係由地面一直伸到天空，好似係，你知唔知？喺佢頭頂上面唔係天空，但係喺佢頭頂上面，佢係一根好粗嘅杖，佢嘅面容充滿住好多慈悲。突然之間，我聽到佢講，佢話這是最後一次，真的，這次是他親口說的，讓我感到非常震驚。呼喚，最後一次呼喚，我喺呼喚我嘅羊，我嚟緊，最後一次呼喚，佢講出嚟，從佢口中講出嚟，聽落好似號角響徹整個山谷。我望住呢個山谷，呢度係羊群嘅山谷，全部喺呢片綠色草地上，但係一半係綠色。
但係一半係黑暗。所有呢啲羊都係最接近佢，因為佢係在山上。太陽準時落下，太陽落下，它即將落下。一個結束，所有我哋所知嘅一切，所有我哋曾經擁有過嘅作為人類，從亞當同夏娃開始，一直到我哋而家嘅位置。佢話太陽準時落山，佢同我講，佢話 Brandon， 佢話最後一次呼喚，佢大聲喊出嚟。突然間喺嗰個山谷，太陽開始照耀喺羊群上面，有啲重重嘅羊，毛好大好大。有啲瘦瘦嘅羊，好似啱啱剃過毛，佢哋完全冇毛，佢哋就係光禿禿嘅羊，佢哋喺呢片草地上食草。突然之間，佢哋望住佢，羊群望住佢，開始發出咩咩咩嘅聲音，然後開始跑向父親。佢喺等緊佢哋，重重嘅羊喺跑緊，但係我覺得好有趣，因為我可以見到佢哋嘅腳，佢哋幾乎係以一種小跑嘅速度，好似最快嘅奔跑咁。你喺奔跑，試圖去到父親嗰度。有啲羊喺搖搖晃晃，因為佢哋比其他羊重。有啲羊幾乎係唔喐，佢哋幾乎係唔使力咁。到達嗰度，佢哋睇落辛苦，佢哋喺佢哋嘅路上，我可以稍微看到一下，喺佢後面嘅面容好似唔係咁樣，佢好似渴望，我唔想用呢啲字，但係佢好似好困擾，好似主可以見到佢哋，但係佢哋唔係睇緊，佢哋有灰色嘅毛，仲有黑色嘅羊喺後面，佢哋喺度，喺黑暗中，佢哋喺度，嗰度有草，佢哋喺度食緊，但係佢哋從來冇聽到佢。最後一次呼喚，佢哋冇留意，佢哋只係繼續食，時間就快冇晒。佢哋甚至唔知道，嗰啲羊好似被煤灰覆蓋住，佢哋被覆蓋住，黑色，佢哋喺度食緊草，但係，我只係繼續睇住，我只係繼續睇住面，繼續望住，喺度睇緊佢哋會唔會聽到呼喚。聽見他的呼喚，因為我們的時間不多了，我們的時間不多了。我哋所知嘅人類即將結束，人類如過去6000年一樣。喺我哋進入千禧年統治之前，我哋準備進入，我哋將會進入大災難。呢個就係佢想同大家講嘅，話有最後一次呼喚，一次最後嘅收割，最後嘅推動。我之前同大家講過，教堂嘅鐘聲會再響一次，去警告佢嘅來臨。而家佢親自嚟揾我，俾咗呢個信息我。佢叫我同你講，話有最後一次呼喚。如果你係活喺邊緣，你唔係為耶穌而活，嗰艘船係你嘅船，準備好未？你準備好迎接主嘅來臨未？你嘅心準備好迎接你嘅王未？如果未準備好，而你仲係猶豫不決，你最好喺佢面前整理好你嘅心，因為你快要錯過嗰艘船。太陽已經落山，太陽已經落山，而人哋仲係瞓着。有啲人醒着嘅人，佢哋喺度揾緊佢哋嘅主。嗰啲羊係專心聽佢聲音。聖經話，我羊會認識我聲音，唔會跟隨陌生人聲音。最後一次呼喚，在那時我見到太陽落山，佢一直落，突然間呢個異象就結束咗。當我喺嗰度嘅時候，同父親一齊，我從未喺靈界見過呢啲嘢。當我望過去嘅時候，我見到太陽落山，光直射入我嘅靈性眼睛，我睇唔到其他嘢，淨係覺得全身都係火焰。然後太陽落山，異象即刻停止。主開始同我講佢話，我想你同我嘅子民講，仲有一次呼召 Brandon，
仲有一次呼召，我會嚟，我俾佢哋多一次機會，我嘗試去得到。大量靈魂嘅收割，佢警告人哋佢會嚟，並且祈禱，為以色列祈禱，為佢顯示俾我睇嘅將要發生嘅事情祈禱。一個大震動。我知道英文詞彙中冇"sickening"呢個字，但一個大震動即將到來，比任何人意識到嘅都要大。人哋冇準備好面對即將發生嘅事情。主話：Brandon， 係時候你要更加準備好你嘅船，將自己分別出嚟歸向我。佢話係時候讓人哋，佢俾我睇到 YouTube 上嘅人。佢俾我睇到我識嘅人，佢話 Brandon， 佢哋會喺一日之內破產，佢哋會失去一切，因為佢哋嘅心唔喺我度，佢哋覺得佢哋係，但佢話呢啲人，佢俾我睇晒佢哋，佢話 Brandon， 佢話每一個人都會被謙卑，每一個人都會咁快失去佢哋擁有嘅一切。曾經擁有過嘅一切，佢話因為 Brandon， 我嘅心唔係想任何人滅亡，而係希望所有人都悔改。但有時我哋經歷困難，因為我哋太固執。例如，我們不聽，我們不看，我們不等待，我們的燈未有亮，唔將佢放喺你生命嘅主位。佢可能係第二，甚至第三，你完全唔諮詢佢。有時你去教會，有時唔去，你真係唔在乎。你知啦，神就喺度，但佢唔係主，唔係第一，唔係你生命中嘅優先。將會有一個大篩選，你即將會見到好嘅嘢浮上嚟，壞嘅嘢沉底，因為有一條線喺沙中畫出嚟。有一條線喺沙中畫出嚟。神話，邊個係支持我嘅？邊個真係支持我？邊個只係騎牆？邊個真係反對我？你係唔係喺主嘅呢？啦，一邊，如果佢最後一次呼喚，你聽唔聽到佢嘅聲音？你係唔係佢呼喚嘅嗰個人？但係冇聽到。你係咪低頭喺草地度，以為自己喺食緊，覺得自己安全？你真係相信如果耶穌今日返嚟接教會，你會同佢一齊走？你係咪相信定只係喺方便嘅時候先相信？係咪神係？你同神嘅關係係咪方便？我要問你呢啲問題。佢最後一次呼喚，佢想話俾你聽，佢愛你。你今日聽唔聽到佢嘅聲音？唔好拒絕佢，係時候讓你更加愛耶穌，係時候讓你交出你嘅心，完全奉獻，係時候。你今日要完全奉獻俾耶穌，唔要呢個世界，只要佢。我親愛嘅主，一切都俾你，我完全交俾你，就好似嗰首美麗嘅歌。我完全交俾你，你有冇完全交出？你們都在記雜欄嗎？你們有一隻腳嗎？喺世界入面，另一隻腳喺耶穌嗰邊，佢係咪只係一個方便嘅關係？只係因為我哋想要防火保險？佢遠遠唔止咁簡單。如果你真係可以睇到佢面上對人類嘅憐憫，我所見到嘅對人類嘅關心，呢個時代嘅分配即將結束，但佢唔想有一個人滅亡，而係希望所有人都能夠悔改。你今日會唔會俾佢一個機會？你會唔會將自己交俾佢？今日你會唔會同佢講，我想你做我嘅主同個人救主？佢正等待住，佢張開雙臂等待你完全將你嘅心交俾佢，唔好再逃避。有好多你哋喺逃避，有好多你哋諗住，
我會讓步。等我老咗先，我會將我嘅心交俾耶穌，等到方便嘅時候。而家我享受罪惡，享受過住世俗嘅生活，但主叫我同你講，時間已經唔多，無論係1年後、5年後或者其他時間，當你睇到永恆嘅赤道時，係冇乜嘢，人生就係一陣煙霧，地獄係永遠，天堂亦係永遠。你會揀邊個？你會揀天堂定係地獄？如果你今晚喺瞓覺中死去，你會喺邊度度過永恆？你話我講過罪人禱告，我已經做晒，我做晒所有嘢。你知唔知我細個嗰陣做過？但我活得好遲。世界一樣，我之前講過，你話你被拯救過嘅嘢，你又返去做。我係得救，我5歲10歲嗰陣得救，我去教會受洗，做晒呢啲。但你之後冇同佢講過嘢，佢識唔識你？佢識唔識你？你可能話識一個人，究竟係咩意思？我對佢哋熟悉，我對好多人講，人哋話我識 Brandon， 我識佢，我喺 YouTube 見過佢，佢哋唔識我，佢哋有一個對我嘅概念，但你唔識我，你哋都唔識，冇一個識。你哋都唔識，真係識我嘅人只有我啲仔女同我老婆，可能仲有我媽同我爸養大我。但係同我親密嘅人喺我一路上幫助我，但你哋冇一個識我。我同你講真，你聽過好多關於我嘅嘢，你可能聽過好多關於耶穌嘅嘢，你可能聽過好多聖經故事，但呢啲唔代表你識佢。呢種親密同天父嘅親密係一個日常嘅過程，就好似你嘅家人識你嘅親密。佢話你哋好多時候用我嘅名去預言，為病人按手，佢哋就痊癒，用我嘅名趕鬼。佢話離開我，我從來唔識你。佢識唔識你？佢識唔識你？就好似我之前講過，呢啲顯示出一啲靈性。如果你可以趕鬼，呢個需要啲信心；如果你可以為人按手，病人痊癒，呢個都需要啲嘢。你可以預言，呢個需因你要聽到佢聲音，佢冇話係假先知。用我嘅名，佢話你用我嘅名預言，咁即係話你聽到佢，但係你識唔識佢？佢話離開我，我從來唔識你。我今日問你檢查你嘅心，我今日問你向耶穌呼求，讓佢成為你嘅主同救主，而唔係只係一個你有嘅人。方便嘅基督教唔係方便，好多時候有好多迫害。最近嚟到我身上，但我同佢站埋一齊，佢探訪我，佢話 Brandon， 迫害會增加，但恩膏亦會增加。當你做我叫你做嘅嘢，我會用你越來越多。唔好怕人，怕我。聽到呢啲嘢唔係總係容易，但我為佢去做，因為我想佢睇住我，話做得好，忠心嘅僕人進入我嘅安息。呢個係我每日追求嘅。我話天父，使用我為咗你嘅榮耀，因為我哋有呢個寶貝喺泥土嘅器皿入面，讓卓越嘅能力被認識係佢，而唔係我。呢段影片我就講到呢度，但我想俾大家一個機會去邀請耶穌基督成為你嘅主同救主。你跟住我呢個禱告講：天父，我係一個罪人，我離開咗你。只需要令佢變得個人化，你唔需要令佢變得好宗教化，只要真誠。天父，我係一個罪人，我請求你進入我嘅生命，我想令你成為我嘅主同個人嘅救主。原諒我，潔淨我所有嘅不義，原諒我嘅罪。我想你將我嘅名字寫喺生命冊上，我將自己交俾你，隨你意願使用我。
喺我嘅生命中，你係我嘅船長，我需要你，冇咗你我就迷失咗。多謝主，你已經原諒咗我。多謝主，耶穌為我而死，並且復活第三日。我哋相信，用心相信佢死咗同復活，用你嘅口講出佢係你嘅主，然後去揾一間相信聖經嘅教會。呢間教會會祈禱、讀聖經，教你點樣用信心生活，並加入呢間教會。就係咁簡單，原諒，然後唔好再做傻事，唔好再實踐佢。係啊，我哋會停低，我哋會跌倒，會擦傷膝頭，但我哋唔會故意習慣性咁做。我今晚會出去玩樂，然後星期日再悔改，唔係咁樣嘅。如果我哋犯錯，我哋就犯錯，但我哋唔會因為犯罪而逃避上帝，我哋會走向上帝。我哋嘅罪唔係魔鬼嘅事，但佢會誘惑你，然後用呢啲事打擊你，因為佢係控告者，控告弟兄。但我哋要去到一個地步，話主啊，請你在我身上成就你的旨意。我知道我唔能夠靠自己做到，呢個就係所謂嘅恩典，但係會有一個時刻，人哋要作出選擇，呢個就係我想講嘅，同大家講，你哋選擇活喺罪中。唔少人話我選擇出去睇啲網上嘅壞嘢，我選擇去啲壞嘅夜總會，我選擇去犯奸淫同埋通姦，做呢啲所有嘢。你選擇去做呢啲事，你係被誘惑，但係你選擇。你可以話將自己交給神，抵擋魔鬼，佢就會逃跑，令自己讀聖經同祈禱。我唔係嚟譴責任何人，我哋都係進行中嘅工作。但我想同大家講，呢個係有個過程，你要行出你嘅救恩，帶住恐懼同戰驚。我哋每日都要尋求佢，我哋每日都要尋求佢，佢會潔淨你，令你變得光鮮亮麗。呢個係一個過程，明白嗎？呢部分，你哋當中有啲人有啲壞習慣，有啲人被壞嘅束縛住，你唔好放棄，你只係要繼續去揾佢。當你跌倒嘅時候，你要再企返起身。當你跌倒嘅時候，你要再企返起身，明唔明白？我係想令你容易啲，所以對於其他人，我只係想話，我奉耶穌嘅名祝福你哋。多謝你睇呢條片，如果呢條片祝福咗你，而你想同人講關於呢件事，鍾意呢條片就分享出去，喺下面留言。呢樣嘢有助於進入演算法。佢哋一直追住我 YouTube 同埋為咗話語嘅緣故而嚟嘅迫害會發生，但係我哋只係繼續企穩，呢就係我哋做嘅嘢。所以我話要面帶微笑，心中有歌。耶穌好愛你，我哋都愛你，並且我哋會喺幾分鐘後再見到大家，我會喺呢度再拍另一條片，拜拜。